環境部公布社區綠能促進計劃，結合企業資源，在宜蘭一間中照中心設置太陽能厝頂示範點，透過這社區示範推動綠能對下站到頂站的發展。另外呢，這世界基準聯盟 WBA 評鑑28間台灣公司，發現講台灣企業呢，這減碳資本的支出比較較低，親像台積電干那0.74%爾，和國際企業平均7%來比，有影是差太濟啊。全球攏咧提倡減碳保護環境，環境部拜一公布社區綠能促進計劃，唔但要發展綠能，嘛要培養減碳綠能人才。這擺結合企業資源，在宜蘭一間長照中心合作做公益示範點，讓社區有機會家己規劃用電。有一天晚上停電了，然後我們的發電機又沒辦法發電的時候，那怎麼辦？太陽能又有一個儲能，因為在我們長照機構最重要的就是24小時的維生器材，尤其在抽痰這一塊。環境部講，這回選擇甲長照中心合作，是因為這款場所對電力的穩定要求較高。譬如講，抽痰的設備若拄着失電，對時代影響是真大。這個計劃嘛，強調透過下站到頂站的方式，唔是像過去為頂站撒落來，反倒是透過社區的示範，讓居民看得到、用得到，進一步提高民眾參與綠能、落實淨零的意願。能減碳的部分啊，那以往大家都認為說，可能是由上而下。能源能夠在弱勢地區，在韌性方面得到加強，而且由企業這邊來投入。台灣要對世界腳步拼淨零，那透過企業來做，效果就真明顯。但是根據一份國際上的調查，發現台積電逐年用電氣耗減碳的資本支出比例，僅若0.74%，啊，國際企業平均7%，差足遠。So we have an overview of how companies perform globally on many topics such as nature, climate, social, and they can also use the benchmark to do a gap analysis, so they can see how they're performing and where they're missing out, so they can use the data to actually show how they can improve. 世界基準聯盟是針對全球2000個大企業做永續成績的評估，嘛用這個資料來評鑑佮比較28間台灣的公司，發現台灣企業佇減碳的資本支出比例較低，嘛希望台灣企業咧制定減碳相關的政策會當較積極。記者郭金陽、謝桂林台北報道。